来感谢咱所有观众朋友，你的热情甲着支持。透过秀台语这个节目吼，马上要来到咱台湾真济城市，甲大家呢面对面来交流，用台语来互动来耍游戏，以创意。节目呢，若是要来找找第二季这练喙花的歌手，我较希望咱所有朋友大家来爱台语，讲台语，体会到台语的这个趣味、生活的智慧，以及呢特别迷人的水气。透过这个无同的色彩，大家来参与，和这份珍贵的这个语言文化，继续来发展，代代来相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透透秀台语》，全民练喙花。我下歌来一个，是啦，哎呦，就欢喜耶！啊，拢是少年人啦。啊，感谢哈，真正拢是少年人。咱今仔来到台湾大学，台湾相关的学府，相关的，嘿对，台学生伫倒位举手一个，好，家己一个拍声一个，哎呦，感谢哈，感谢。咱即摆希望讲哦，讲台语这站代志是少年人嘛会当讲。对。你是会晓讲台语，还是袂晓讲台语的人？你感觉？我会晓讲啊，啊，不过无人听有啊。你甲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看卖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鲁比。我今仔日伫遮是来学台语的。学台语哦。嘿，对，我来上免费的台语课。免费的台语课，阮来邀请第一季的选手来欢迎。好，首先来欢迎的是阮的不敌会。啊，过来欢迎阮的李九伯阿雄啊。欢迎义姐，最后来欢迎威德，啊，坐落来，这个上大咖，我你介绍。好，咱来欢迎，你要怀疑什么？你想要怀疑啥？怀疑伊的资格身份？真相只有一个，是啥嘞？就是帅哥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！讲台语说台语，台语讲会完说不尽呐。这个台语，这个感情，这个温柔，这个气氛，吼！亲爱的好朋友，这个呢，来甘蔗颠倒头吃，慢慢剥，慢慢数，所有甜味拢甲数出来，迄就是台语的气味啦。来，今仔日吼，阮来到台吼，就是要来耍无共款的游戏，要耍什么款的游戏咧？哦，今仔日游戏小可起卡，小可无共。起卡这两个字你讲会出来？我拄则有头鹅啦。什么人是你头鹅的对象？就是咱的尤胜荣先生，欢迎老师。尤胜荣老师。老师应该是教你起卡，不是起卡啊！咱即摆要耍的游戏叫做台语辩论答喙鼓。辩论答喙鼓，由评审长来讲题目，两队徛无同款的立场来进行辩论，每一个队员轮流表达观点，2分钟。辩论结束，观众才举手投票，票数较多，迄队就赢咯。抽枪。好。哎呦，今晚要洗749工，伤久啊啦！投票强都过年啊！好来，咱的题目是，哎呦，分手了后，敢会当个做朋友？会使啊！我嘛是感觉会使，感觉会使，家己经理的队长。你是感觉会使还是袂使？你敢会使？我感觉袂使。我会使。你会使？我会使。你遮乱哦！是啊，会使，大家拢是好朋友啊！啊，大家拢好朋友。啊，你拢分手啊？你联络是要创啥？啊，好朋友无一定爱联络啊。你无一定爱甲你的朋友联络啊。你联络嘛无一定讲是单纯的朋友啊，可能有啥物卡头来按去啊。的问题咯。哦，这是你个人想乱的问题哦。我来分到这开。啊咧，现场的观众朋友，咱们了解，感觉讲分手了后，都会当做朋友，请举手。我现在1、2、3，这老师嘛足开放。老师你嘛举手啊？你今举这个手，可能恁某就要敲电话给你。33票，迄边有2票。哎呦，永远无得做朋友，请举手。哎呦，迄阿嬷举手啊，一定有真济故事。什么阿嬷？你有姐姐，你是姐，什么阿嬷？可能规拢分好啊吼。好，安怎恁赢一个，看啥人先讲。江天波，不是，来。
讲嘎巴讲嘎巴。哦，你咧先也是？后边，好，先看人安怎讲。哦，好来，铃声。咱即马辩论答嘴歌开始。两个人分手了后，当然嘛会当做朋友。朋友嘛有足侪款啊，有一寡朋友可能定定联络，有一寡朋友真久才联络一摆。对于我来讲，一个人若是我无想要甲伊做朋友，一定是因为伊的个性的问题。敢袂当成为朋友，看的是你敢介意这个人的人格特质。人格特质，若是讲恁少有缘的，吼，你的兴趣真共款，自然你就会变做好朋友啊。啊，毋过人都是会变的，恁两个人互相相陪，行过人生的风风雨雨，嘛有可能因为恁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什么误解，还是讲生活的方式有改变，致使恁两个人愈行愈远。敢袂当甲一个人成为朋友，甲恁两个人敢有谈过恋爱无关系？笑啥？你好水啊！没人是不顺的。分手了后，你可能无想要搁去迄间恁定定去的迄间餐厅，啊，毋过无人会当叫你莫去，无想要甲一个人做朋友，有可能是啥物人改变啊？嘛有可能就是你唔多介意这个朋友啊，啊，若是讲你两个人斗阵过，啊分开啊，就互相感谢的，啊，为什么袂当继续做朋友的？咱都是捌代志的大人啊，我相信咱会当做到，甲真正是朋友，嘛袂影响到咱今摆的感情生活。捌代志的大人，在。我先讲两句。威掉。大家好，我是威德。我想要甲大家问一个问题：恁甲捌红关过？唔捌啊！恁拢唔捌咯？我甲即摆搁咧坐呢。啊！我出门的时阵，爱请教阮的教学长呢，就是阮某。不过我敢会当出去，会使。我今仔敢会当来食的呢。你敢知结婚？你敢知结婚是安尼呢？行笑到安尼啊！各位，我甲恁讲，拄啊 ，LB 讲人熟识斗阵过。我甲恁讲，人是因为吼无熟识，才会斗阵，是因为受过熟识，才会分手啊，对无？想过了解，所以你若去食饭的时阵，确实你若是讲有一个很久时的女朋友，啊，这边是你的前女朋友，你不要怎甲人介绍？这是我即马斗阵的，啊，这我斗阵过的，敢袂听进？袂听进吧？虽然人就是爱保持哦清气，出去就是这是我的牵手，我这人无读册啊，所以恁遮大家呆学生，我是感觉恁大家拢足巧的，但是伫遮我分享我人生的经验，互恁知影。哎呦，各位啊，人讲别考。人讲结婚是爱情的蒙阿波啊，哎呦，谈恋爱是自由的感压啊，什么？感压。敢唔敢？感压，我做只你是阿鼻啊，有阿爸。敢感敢？哎，你即马我再讲20秒，结论，分手就是出格。我宣布，熟悉的人无一个人，佮想要等去食免治饭。哦，除了一种人，就是出去互掠倒来。所以各位啊，千万分手万个做朋友啊！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记者。嘿，拄则伟德讲，那个，你甲我差不多诶。啊，不过咱谈恋爱吼，王阿波嘛敢去嘛，对无？哦，啊，你看嘛，伊讲吼，人是无适合才会分开嘛。啊，不过人是会变的嘛。像我较早是足缘投，啊，即马搁较缘投。我讲一下，我是真正讲会当做朋友，甲分手了后讲会当做朋友。像我是一个业务，我甲伊讲，若是减一个朋友吼，我就减一个客户。像我较早有一个女朋友哦，伊就想要一个卡邦啊 LV 的，哦有够贵的。迄个真女朋友是一个领队伫欧洲咧带队，伊买一个卡邦，我会当赚1万呢，你知无？伊若是买10个，我会当赚10万呢。伊若是买100个吼，
我会破散。对啊，人伫咧社会中吼是足需要朋友的，啊，人个足熟悉的人吼，安尼雄雄甲伊拆开吼，甲伊断开，断开，安尼足拍算。断开，断开就是往生的断开，断气，哔就断开啊！个人无欢喜安尼断开，分开啊！分开安尼足拍算。你看迄拄则咧反对阿嬷伊嘛笑甲足欢喜。姐姐，卖导音，这嘛是笑甲足欢喜嘛，对无？所以这嘛认同我的画画对。谢谢大家，我是一姐。来换我哦，伊拄只唱歌，我嘛会唱歌。以后莫做朋友，朋友要当牵手。这是周兴哲讲的，你分手以后就莫做朋友，为什么咧？头前我问哦，前任就是前任啦。为什么会分手？一定就是有问题嘛。你这问题无解决，你就想要搁做朋友，你哪有可能？这问题伫咧，你无解决，你就无可能做朋友。而且我问一下吼，拜托一个，你为什么会分开？这分开一定是有一方对不起另外一方。这问题处在这个所在的时阵，你一定要解决。若是无愿意解决的时阵，你可能连朋友都无法度做。而且伊拄则一直都讲啥？讲朋友愈多愈好，无。朋友愈多愈歹，安怎讲咧？你的朋友结婚的时阵是不是爱包红包？吼、过身的时阵是不是爱包白包？吼、你朋友愈多，你活愈久，你就愈散。嘛，经济已经足无好啊！拜托者，你若是讲安尼吼，你会愈来愈散。所以讲朋友唔免遮尔啊济，大家讲一声吼，就是朋友唔免济，重要的就好啊。爱过唔免啦，爱过就这几个尔，你去外口找，外口才叫做自由啊！自由的市场，你去找朋友，这朋友会当甲你真济物件嘛。所以讲最后我甲大家讲一件代志，就是吼，找朋友去外口找，困过就莫过花。感谢大家。大家莫激动，冷静，好笑无一定有道理。来，报告，什么是困过莫过我是花？碰过。讲报告呀，报告，是报告。发音较清楚，讲太歹哦。咱顺过有 PTSD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，进前顶边吼讲伊碰过的人，这么操已经这样。OK，不诋毁。哦，大家好，我是不诋毁灰机器。我吼实在无想到和平竟然是一个安尼讲前任是前任的人啊！你真正是吼人水水，心肝垃圾鬼啊！跟你搞我鬼哦，哎搞我鬼哦！莫无前任啊！我本来嘛是一个爱分明的人，我感觉人愈伫做伙的时阵吼，切就切啊啦，莫搁安尼小交叉啦，高甜，一直到我熟悉一个算命先的呢。算命先的偌厉害，你知无？听讲吼，各大明星星都是可以算过，这变做真好起来。人算过，都是可以算过，这即马这么强啦！伊甲我讲吼。人做伙吼，有缘咱就做阿某，无缘哦，咱就做朋友啦。今仔日吼，我的前任嘛有来到现场啊啦！我有一个前任吼，伊吼，即马是我的心灵导师啦。尊重的，一定的。时间连暂停的。我的前任吼。有一个是我的心灵导师，我有代志我就敢问，伊就会甲我牵架。我心肝真浮的时阵吼，伊就会吼点一寡丁香，互我安静起来啦。伊叫做 Johnny 啦 ，Johnny 甲大家拍只招呼。你真是鬼 ！Johnny 啊，我就紧张的咧，Johnny 落去啊，Johnny 落去啊，物件落去啊，Johnny 睡去落去啊，是不是？安静这是 Johnny 的下礼柱啦。拜姐。下礼处啦吼，Johnny，你若有啥事要问 Johnny，再来甲我讲啦吼。我搁有第二个，叫做 Hanson 啦，Hanson 今仔日嘛有来到现场啦。Hanson，迄个穿青纱烟头上，拜托咧，你甲我 Hanson 举起来好不好？我举起来啦。
我很想看一个啦，拜饭啦，拜托诶，我很想我要拜饭啦，很想吼，伊吼拢甲我看到，我讲伊甲我出名牌，你知无？很想拜托诶啊，拜饭啦，哎呦拜托，这期菜馆要开几号啊吼？梦中3期啦。呸！啊，毋过顺哥我来讲，时间到，好上一个从我要票，哈尼，大家看哈尼无？对，哈尼，拜托诶，我落去甲叫一个。哦，哈尼讲哦，人情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啦，大家好做朋友。莫怪哦，头拄好朋友，你感觉因那现场你冷起来。我是感觉讲，迄毋是显神，迄是显示。哦，很灵啦，显灵。哦，精彩拍只谱啊！他都有看到迄两个无，夭寿惊死人，前一个吼，毋是去蒙阿波啦，甲因做朋友去蒙阿波啦，啊若无吼，就是碰迄个黄金翁啊啦，证明吼，甲因做朋友拢会死啦，分手了后袂使做朋友。是啊，你女朋友应该是上支持做朋友的对无？因为朋友愈多，啥物愈多？毋是钱哦，票愈多。哦，因为你不拼，较早拄到一件代志啊。我的前女朋友啊，较早甲我当干蜜甜啊。分手了后，我是哭到要死啊！我是目睭涌着风飞沙，目屎是飞袂离，滴袂离啊！是讲吼，上惊的代志，分手了后，真正袂使做朋友，因为啊。较早我甲伊做伙的时阵啊，你看这是恐怖情人啊！我唱的是一生只爱你一个啊。分手了我是唱啥？我是唱啊，我袂记得啊。不过我分手了我是唱，不要紧吼，总叫爱记你。分手了就是你小想一下，想好，想想袂起嘛，真好笑。调工的，想起未？啊袂。不过不要紧，分手了我教你三个撇步，头一个三毒，第二个封锁，第三个当初不如卖熟悉，感谢。队长爱个做一个结辩。阿雄诶，歹势啦，你较衰，你拄着迄个恐怖精灵。啊，毋过我是讲相逢就是缘分，敢是安尼讲？加一个朋友就是减一个敌人。敌人做人的时阵，咱有好朋友；咱做鬼的时阵嘛爱鬼朋友啊。那你敢是要想？难道你敢想要做一个孤单鬼？迄个孤魂野鬼。孤魂野鬼，啊，咱会当好聚好散，安怎讲？你甲我管？你逐句拢叫我讲，你的钱要互我哟。就是安尼，会当做朋友啦，大家都是好朋友。来，黄色好评。伊讲加一个朋友就减一个敌人啊，要毋过你哪会知影讲伊是真心要做你的朋友的？我以前有一个女朋友，我嘛是想讲要甲伊做朋友啊，为什么最后无咧？伊无爱嘛。因为伊知影讲，伊知影讲，我会甲伊当作是故事，当作是笑话哦，摕出来讲，所以讲以后拢完全无联络啊。我就是无爱真心做你的朋友，其实朋友唔免遮尔济，而且朋友嘛免一定爱为安尼以前的男女朋友来找，因为以前的男女朋友对你可能还阁有感觉，若是有感觉，恁无法度做伙，迄是一种拖磨；若是无感觉，恁两个人就会愈行愈远，无可能做伙，你最后连朋友都无法度做啊。所以讲，其实真简单，唔免一定爱为以前的男女朋友去找，重新去找，为头开始的关系才是上美好的。感谢。好。即摆两队个人的这个立场呢，拢已经清楚啊，这也相当精彩。今仔日是我的龙影以来呢，刚刚呢上吓拍一摆，下巴，就是迄个节奏有tempo，好，乒乒叫劲劲好。这两队拢为家己的思维甲伊立场足清楚的吼。来，小想一下，头到倒一边较精彩，就倒倒边。感觉呢 ，LV 这队讲了靠道理。会当做朋友，请举手。哎呦，这个有命哦！15、16、17票，这边感觉讲哦，切就切啊，大家莫这么高高甜，对不对？感觉黄色和平这边讲了靠道理，大家切，莫过来哦，请举手。
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1票。哦，大家拢送红包送到呢吼，大家拢挡袂了。谢谢谢谢，刚才咧上节目上啊发财，你捌看过无？感谢，感谢熊哥，好，来，恭喜50好评，恭喜！要唔过这是趣味尔啦，学台语这是上重要。感谢大家收看阮的透透秀台语全民的最会。